各位。民陣7·1遊行之後，部分參加者留喺中環遮打道集會，過咗不反對通知書午夜12點嘅集會時限之後，仍然拒絕離開。警方就喺凌晨3點之前開始清場，持續5個幾鐘頭，去到朝早8點半完成，拉咗511人。參加7·1遊行嘅部分市民尋晚就喺遊行嘅終點中環遮打道嗰度集會。到咗凌晨0時咧，警方原先係打算重開匯豐總行對開嘅德輔道中㗎，但係有市民一度唔肯離開馬路，結果擾攘咗大半個鐘頭之後，交通先至恢復翻正常。至於留喺遮打道嘅市民咧，就繼續聚集。警方咧喺凌晨3點鐘之前咧就開始清場行動啦。佢哋係拉咗500幾個人㗎，將佢哋帶到去黃竹坑警察學院。警方行動咧持續咗5個幾鐘，到朝早大約8點半鐘係結束㗎，遮打道係重開。至於學民思潮嘅成員咧，佢哋係琴晚9點幾鐘，聯同一批市民咧遊行到特首辦通宵集會㗎。佢哋咧就要求特首梁振英回應有關公民提名嘅訴求。到咗朝早咧就再到警察學院嗰度聲援。我哋先睇睇警方嘅清場行動啊！清場行動持續到朝早，仲有過百個示威者坐喺中環遮打道，警方一度加快清場速度。爭取公民提名！集會人士俾警員壓走，排隊搜身，再帶上去旅遊巴。求下你哋啦，唔好撳啦！朝早8點鐘，即係示威者預計結束集會嘅時間，清場仲未完成。有示威者想自行離開，但係警方唔放行，最終都被帶走。我哋就主動起身要求和平離場，出得嚟馬路上面就會遇有呢個犯法啦，所謂嘅風險。咁警方都係做佢哋嘅嘢，但係警方做嘅嘢啱唔啱呢？就大家都睇到。清場行動喺朝早大約8點半完成，遮打道恢復行車。警方完成清場之後，因為咧喺皇后像廣場嘅位置咧，仍然有部分咧之前嚟聲援示威嘅市民喺呢一度，咁所以警方咧都冇立即咧就係移離晒呢一個位置嘅鐵馬。警方喺凌晨多次警告集會非法，凌晨2點幾開始清場。遷移行動可以開始。警隊正式拘捕，請你唔好跟隨警方嘅指示，自行上警方嘅車輛，否則警方考慮使用適當武力將你移離。逐一抬走同埋帶走集會人士。屈手指啊！啲手指俾人屈啦，跟住就好痛咁樣要放手啦。其實嗰陣嘢係隔離嘅示威者翹住我，已經放晒手啦，但係佢哋都唔聽，不停加力落我度，直到而家佢都仲撳住喺手。部分示威者情緒激動，大把人陪你。示威者逐一被帶上旅遊巴。包括立法會議員李卓人、何俊仁，仲有多個社運人士，又用輪椅將老人家帶走。當局總共出動咗20部嘅旅遊巴，每一部可以載到50人。無線電視記者陳良君報導。警方話被捕嘅500幾人，大部分涉嫌非法集結同阻差辦公。亦都有3個人藏有螺絲批、刀同埋摺刀，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被捕。另一個21歲嘅女人就涉嫌襲警。被捕嘅示威者坐警方安排嘅旅遊巴送到黃竹坑警察學院臨時拘留。部分人俾警方警告或者自簽保釋之後，獲安排坐小型旅遊巴離開。被捕嘅民主黨成員話：清場期間俾警員整傷，佢就不斷咁屈我隻手，係90度角咁屈，咁就而家呢度有傷痕，亦都係撳落去呢度咧，係仍然係痛嘅。咁所以我哋覺得係佢係使用咗啲即係過分武力，因為我哋已經完全冇抵抗。有被捕人士話：期間冇水同埋嘢食，又唔準佢哋攞翻外套保暖，等咗好耐先能夠同律師會面。好多示威者其實都係好肚餓，而且係一早已經係4點幾已經要求要有嘢食，但係都係拖到好耐先有得食，而且係去到朝早之外，有示威者要求再去見律師，但係都係拖咗3至4個鐘先至能夠安排到。
立法會議員梁耀忠、何俊仁同埋李卓人同埋部分嘅示威人士以1000蚊自簽保釋。學聯話有10幾個成員被捕，主要係話佢哋涉嫌參與非法集會、組織同埋協助非法集結，大部分已經獲准保釋。從警方嘅部署、從警方嘅策略，亦都係從警方嘅行為都見到咧，警方係完全唔能夠去應付一個咁大型嘅公民抗命行動。警方話被捕人士涉嫌破壞公共安全同埋公共秩序。在場嘅執行任務嘅警員一直保持專業嘅同埋克制嘅，喺別無選擇嘅情況之下咧，使用咗適當同埋必要嘅武力。警方又話一貫嘅政策係協助市民進行和平理性嘅公眾活動，一旦有違法嘅行為，會採取果斷行動，恢復社會秩序。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軒報導。喺黃竹坑警察學院，目前仍然有129人被扣留，另外364人獲發警告通知之後離開，18人就要保釋候查。警方喺遮打道拉咗500幾人，有家長透過電視睇到個仔被捕，去警察學院了解。佢淨係留咗 WhatsApp 俾我，話佢俾人拉咗。咁等咗大半日，終於見到20歲嘅仔放翻出嚟。香港最緊要有法治同埋新聞自由。咁佢個仔同其他人一樣，收到警方發出嘅警告信，咁指佢哋參與非法集會同埋妨礙公眾地方被捕，暫時獲釋。大律政司會考慮控罪，將來有機會被檢控。公民黨組織律師團協助被捕人士，黨魁梁家傑唔認同警方清場嘅決定。清場又唔可以喺8點鐘之前完成，學生一早已經講咗8點佢哋會和平散去嘅。呢一次過咧逮捕咁多人咧，呢啲人係有佢哋法律上嘅權利嘅。所以如果警方係冇咁嘅人手而夾硬嚟係拘捕咁多人咧，其實佢都係要承受個後果㗎。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就話：係示威人士唔理會警方嘅多番勸喻。如果警方唔能夠適時將嗰個地方嘅交通恢復正常嘅話咧，就會影響到我哋香港重要嘅金融中心主要地方嗰個正常嘅運作。本身係法律講師嘅經民聯梁美芬就認為今次學生本質上已經係佔中，咁警方大規模執法有警示嘅作用。少少咧就係話，大家如果你真係犯法，佢係一定亦都有執法嘅決心，就唔會俾人感覺呢個政府好軟弱嘅嚇，得個講字。佢認為警方會檢控組織非法集會嘅人，咁其他跟從嘅人可能未必獲檢控。無線電視記者詹前明報道。參與7·1遊行嘅學民思潮遊行到特首辦外邊通宵聚集，學民思潮成員喺特首辦門口掛橫額，警方曾經發出警告，話未經同意喺外牆展示標語，可能違反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。行政長官梁振英坐車朝早8點前返特首辦，學民思潮批評梁振英拒絕同學生對話，回應公民提名嘅訴求。其他消息，立法會大會喺挨晚大概6點15分，因為出席人數不足流會。全日因為人數不足，響鐘叫議員返會議廳嘅次數超過15次。去到下晝6點，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再次要求點算人數，15分鐘之後仍然未夠法定人數。主席曾鈺成宣布